咱人举淡薄时间来讲经讲经的意思，讲武达讲过的话武达讲过的法。呀，武达因为伊是哈密本在，萨玛尼达亚那奥米森哈密本在，过去啦来，后来爱发生的，过去发生的，了个其他世界的，武达伊会看啥远就对了若讲武达放光咧，伊的光会去。加我们下面的听一下，下面迄个就是讲无大会光会去到即万个世界若讲无大决定啦，伊要光要去到遐远，伊本做会着。啊，即个甲了安怎做来？嘛是练咯，修咯，修啥物物件咧？毋是修五表的物件。你讲咱做啥物 device、啥物机器伊会光会啥毋是修五角的，是修咱人的心的。在布达修伊心修到成布达的时阵伊会心通，伊会厉害去到安尼厉害。伊爱变啥物，爱知啥物伊做会着。所以甲了是心修出来的。咱爱知讲心有安尼厉害的啦。咱普通咱无修是咱普通咯。过去世毋知，来世毋知，啥物都毋知，无看到正实，无看到法，无看到即个啥物安尼原因果啥物。所以变到咱人是掠无路，掠无路的时阵咱去杀的嘛。像讲发达的时好势时是啥物？有诶讲去拜拜了发达。若讲拜了发达，逐人发达了了有诶人讲伊去换风水伊去看风水，改风水了伊发达。有诶讲改了伊名，改了名发达。有诶讲去互师傅解抽水，念经发达。所以诚济杀诶原因毋对遐啥物事伊无看到正实诶因果嘛，遐无呾知无呾讲互咱听。遐诚济因果都是心做出来。像捌咱讲武达呢厉害这就是心做出来的毋是喊人互伊即个功夫的，是伊修出来的。总之，你若讲武达会厉害讲袂了你爱讲甲即个地球歹的安尼长的时间阮讲袂了武达会厉害，因为武达过去世做菩萨就是去搁有烦恼的时阮真正厉害嘛，莫讲甲成武达咯。遐武达的地主诚济厉害。神通第一，地位第一，福报第一，啥物第一，啥物第一，甲了啦这甲了阮是过去修来，过去修来时是修伫倒落，修伫心，修咱的心心去做布施，赚着布施的福报功德。心若去持戒，莫杀生，莫偷，莫讲骗话了伊会力，伊赚着伊的福报了若讲心搁去坐禅练定力，四禅八定。伊若厉害变神通，若拍底咧心会静咯，心袂烦恼咯，心会真正轻安、轻松，无烦恼，心无颠动即嘛练定力，练 concentration 练定力赚着的福报。我伊起甲搁较厉害时嘛变做神通了，也甲武达伊地主神通厉害诚济，连在家人迄阵7岁查某囡仔3万个啦3万个哩因为练着心了，若是是一果也好，阿拉汉也好伊若是修谈伊心厉害伊也有神通的。所以武达是会晓神通人真正济，7岁查某囡仔本会晓的，甲了是修者心，修伫即个心内咯咱会今日介绍武达的是一个徒弟叫达巴的即个片达巴咧。伊细汉时7岁时，拄到武达去遐个地方叫马拉国家，去马拉的地方，遐去互人请参去讲经，了互伊看到伊7岁看到你著想要出家一头甲伊的阿嬷讲，阿嬷我会出家，伊妈是有巴拉米的人马上应承你若无巴拉米的，哪会应承代表是阻碍。莫互伊出家嘛，但是伊这有福报，过去有修
也伊一个因缘伊，伊才出家，布达安排一间秘区来接受伊，互伊出家。了伊住伫剃头的时啊，住伫剃头的时啊，叫伊专注身躯的即个啥物头毛啊，身躯的咱人的这体毛啊，还个即个牙里增角啊，了个啥物喙齿，了身躯的皮，这五项啊。了伊伫师傅甲伊剃头的时，伊专注发毛、纸啊、喙齿、喙甲皮啊，发毛、纸、喙、皮，因反伫专注 concentrate 尔。了又练着定力了，马上入定了。边仔发生啥物，伊无听着，毋知影，伊入定了。入定了，伊是心啊，伊心入定的心啊，都会发光出来。迄个发光出来时，伊会看到啥物？咱人身躯幽幽的生灭法咧无？比如讲咱 X-ray 吼，啥物光啥物光吼，遐即种的光是第厉害光，就是定力的光，也是叫智慧的光。遐伊就照着伊身躯，原来咱身躯啊，甲了是第一有的迄个一粒一粒的particles啊，一粒一粒的，你生灭生灭生灭的啊，你生灭生灭，真正济呐规个身躯有诶嘛？你看咱身躯诚很 solid 哦，定定哦。但是伊内面甲了是这油油的粒子来讲，用粒子来讲啊，第一油的，这个粒子咧，伊无走去边仔，伊大边生大边灭，了安怎伊会生出来？业力生，主要业力生，业，咱人过去世做的好歹的业，啊，即世咱做人嘛，是前世爱死是好的业，互咱出世做人咯。那前世咱人是做歹业啊，咱毋是做人了，咱就是做禽兽大地业了。前世爱死迄个五个心决定会即世，所以讲咱好加在前世有起好，起好伊就是讲布施乞丐济善，也今仔日来布施啊，这是好的业无？啊，讲若感觉咱若爱转下一世时，即个后尾五个心起即个布施，咱就通做人拍底咯。若过好个做善啊，也伊就是讲咱人会趁着即个人的身躯嘛。啊，总之即肯拉肉咧，哦，伊都有智慧，光仔看着，咱身躯粒子的无？啊，你若讲伊知伊原因嘛，业生的过去生的，你若无汝心生，无汝伊若专心嘛，伊伫专心了，伊看到的是智慧的心伫看到，所以看到了是心搁较关哦，搁较关，看到生灭生灭，嘛是无相苦无我的咯，安尼款的 characteristic 无相苦无我。观念下，等者伊智慧一个一个起来啦。即个智慧是有力的智慧，讲会刮烦恼的。所以一撮的头毛咱甲伊剃尔哈，伊趁一个月啊，伊的智慧熄了，马上灭伊的邪见 wrong view 啊，灭伊邪见，伊就趁一个了，趁一个就免落地狱啊，趁一个就永远免做禽兽恶道的众生啊。了趁一个的人啊，伊第一万分到底。第一版本第七世啊，后来第七世就谈阿拉汉，就是第一关的即个境界咯，咱叫阿拉汉啦。阿拉汉的意思讲无来世啊，啊，这是第一好的武达，就是爱教咱人成阿拉汉，修谈阿拉汉意思。咱若无谈阿拉汉意思，佫有来世，infinity 的来世。了有来世讲意思会受苦的啊，像咱即世你看咱感觉阮有苦的嘛，对毋对？身躯会苦。烦恼会苦，但着有诶嘛无人无苦诶啦，有类阮苦诶啦，可能有类佫较苦啊，还咧有类类害着倒伊毋知啊，这投资错佫激心，佫惊，佫啥物啊？有类类苦，无类无类诶苦，总之家己有苦诶。啊了，若是讲有来世，但是有苦诶意思，所以咱若惊即个苦咯，就是莫有来世，也著袂修咯，戒定慧即个三个 foundation 啊。修戒、修定、修智慧，啊，咱会趁着解脱，趁着讲啊。了，伊即个囡仔，伊一头剃一撮了尔哈，因为伊专心伫观嘛，一下尔会趁一个月啊。了等下伊师傅佫甲伊剃第二撮，安尼款了尔哈，伊趁二个月。啊，二个意思讲，伊若爱转来出世啊，伊转来做人一道尔。
接落来伊无对来做人诶，伊去天啊。了3个第3撮剃了，伊就趁3个意思啊，到时若伊无成阿拉罕，伊就出世迄个 Brahma 第一真正清净诶生命来，无冷无热，啊无坎坷诶啦，免烦恼食，免烦恼，甲了诶，伊无爱享受了，无爱去烦恼即个食啦、啉啦、水啦，啥物，即欲界诶享受阴霾了，这是3个咯。了第六无对来，去迄个清净诶 Brahma。你第4撮个剃了尔，伊就趁阿拉罕尔，你看要紧，若哈物事安尼紧，过去伊有修，定甲智慧有去，伊有过去世有修。有修了诶时，你看一下伊心厉害嘛吼，一下就清净了啦。了无如若讲咱人比咱人啦，咱心爱清净，嘛哪有可能？你若讲暗暝袂困诶时，你就知影，吼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吼，迄个烦恼吼，咱讲拄过诶烦恼好了，你看做甲咱心袂静，伊领烦恼啊、担心啦、惊啦、起哄啦，啥物吼，你就知影迄个心袂静。了你看伊诶心啊，会修甲静了，伊马上灭伊诶烦恼啊，死过去。迄个死过了诶时阵，伊布达知嘛，布达一头升级伊做比丘去，7岁尔，本来20岁才会使做比丘嘛。但是伊是阿拉罕诶，布达就升迄个7岁诶阿拉罕萨曼诶啦，沙弥安叫就甲了升养做比丘去啊。因为布达尊重这阿拉罕，特别互人知讲伊是比丘了，伊毋是萨曼诶啦。啊无人会创治伊，有时候看伊细粒囡仔，咱会自闭伊鱼仔者，咱会自闭伊啥物，伊若搁可爱古锥啊，遐人去自闭阿拉罕好无？无好诶嘛，迄个摸伊头啊、梳伊头啊、佚佗安尼款啊，无好诶嘛。所以布达定定要升级养做比丘诶啊。了布达诶是真正济7岁啊，养着成阿拉罕诶，真正济，若无错啊。甲了17，有17生诶这萨曼诶啦，7岁啊，就成阿拉罕诶。了有3间是5岁诶啊。你看厉害哦，5岁诶心啊，5岁诶心意思讲过去有修诶了，咱若无修，连出家门袂，莫讲成阿拉罕啊。嘛是武大诶成就伊咯。普通人看袂出所以就是武大爱交代啊，是爱啥物，无那样做着业嘛吼。让伊看袂起伊、笑伊啊是啥物啊，这都做着业诶啊。所以布达莫互人去做着阿拉罕诶业啊，伊做着阿拉罕业真正重诶，会使讲业内面若算第一重诶啊。也一个伊出世做阿三，出世做工人做阿三诶命，着做工诶。原来伊大弟毋知甲啥巴诶时啊，就是咱人释迦牟尼布达诶头前一生诶布达叫甲萨巴。迄阵诶，伊是一个千金小姐，讲毋知是首相还是将军啊。旁边仔诶，伊诶爸伊诶爸是一个，了伊是千金来嘛，了嘛真正有闲诶嘛，了个爱水嘛，有钱嘛，了有闲嘛是去装咯，抹啊啥物啦。了迄日伊伫抹，伊伫爱水诶时啊，拄到伊诶朋友啊，是伊姊仔，有诶讲是伊姊，有诶讲是伊诶朋友，了嘛是想讲去看伊者，伊嘛拄安怎？了咱去诶时，了伊五倒伫抹。了伊毋知讲伊是阿拉罕了，这查某比丘尼啊，伊毋知哦，伊阁当伊是朋友啊，是共人诶关系啊。伊叫伊讲你去甲我舀啥物水啊，甲我舀啥物啊，我爱伊要装店啊，叫伊去做工尔即个业过后，伊就出世变做工人诶命了。所以咱莫做格格啊，莫做外劳啊，就是袂使当别人是工人诶。尤其是出家人，茫去当伊是工人了，叫伊做东做西，交代伊做物件。即个当伊是工人诶，安尼款啊，对出家人诶即种诶无礼貌，即个业啊，伊拍你来了，后来
拍咧一世定要做工人诶，拍咧啦，呀，因为伊是业定要有果诶嘛，呀，你无拍咧一世，嘛随因果咧，所以拍咧一世，若重诶咧2世、3世、4世，呀，一肯就是去叫即个查某比丘尼因番掠伊啊水啊，啥物，安尼款掠伊钓真正济世，搁一肯呢，搁一肯伊是做妓女啊，prostitute，但是迄阵是高关级诶，是国德生啊，国德生啊，专门互伊 royal palace 诶查甫诶即种诶啦，所以伊毋是普通 prostitute。妓女，伊是 high class 诶，叫郭德森啊，學你啦，專門互伊攞一國那邊甲用誒啦，伊就釣即個業無，出事就變安尼款去哦。了，等下伊看伊過去世時啊，伊有10,000世加了做 prostitute，做妓女10,000世，了差伊誒原因，原來伊一世爾，伊出家人，迄陣做3萬年哩，了樣有食暗啊，食迄個 body tree 啊。啊，寫了念伊啲比索巴加哇，了伊是三萬年哩拜後尾，啊頭前咧迄個比庫尼甲長老誒senior誒嘛，大頭前寫念誒時咧，了莫會知一肯老誒啊，伊是阿拉罕啊，了老了是身軀有痰有啥物嘛吼，了莫會念誒時所有痰爾伊嘛加掃伊嘛飛出來咯，飛出來就佇塗骹。啊，等者輪到伊行過時，伊看到一母誒塗骹，啊，咪數一母痰在迄邊甲，了伊講這是 holy place 嘛，安尼神聖地方，哈茫去為即個痰，哇！伊起哄哦，起哄咧伊就亂講話咯，伊講哈咧，啥物無假事誒妓女去肥痰佇前甲，你看咧這無好誒關係咯，咱茫去自家就講啥物誒啊，一個起哄誠無好誒啊。你一個起哄爾，伊毋知講伊講到誒是阿拉罕比庫尼啦，啊，所以你伊就肯講爾哈，伊着即個因果，過後伊着要10,000世，去擔即個因果啊，做即個妓女咯，做妓女咯，10,000世啊，拍咧200世啦，拍咧200世，所以你看即個喙啊，甲了是心啊，呀，身軀本是心啊。即心咧，是咱着愛注意誒，袂使四散講，袂使四散起哄，袂使四散啥物啊。即甲了因果是有誒物件，呀，咱無做，咱無看着，咱就想講無，所以無信心佇這因果啊，了就較輸咯，咱人較輸咯。啊，知誒時，咱就誠細緻了，心口意啊，愛尤其即個心啊，誠細緻啊，莫四散講人。你看有的人 suka 講人肥誒啊，開頭伊就肥，啊了就笑人放屁咧，到時佢哋放屁啊，即個敢若有前頭誒啊，總之袂使講誒，即個是業來講啊，會當拍咧一世，會着會着誒，伊嘛無一世着，伊本是半世會着。啊，即個若是亂講話，伊若是知啦，伊若是知啊。人位人講是小去了誒，亂去了誒啦。這亂去了誒，本是一個果啊，啥物事伊會亂？過去可能啉酒咯，過去世啊，自家啉酒啊，痟嘛無嘛，啊是自家講人痟啊，講人啥物啊，你嘛着這前頭伊嘛痟，伊嘛啥物咯。所以這個是伊着誒果啊，你着果誒時咧，伊做誒業啊，伊若毋知人誒啦。伊嘛毋知人誒武打較少注意着解釋講，養做誒業是安怎啊？這爾是有業問誒，有業問誒，所以咱袂使醉，袂使嘛無袂使起痟誒嘛，咱會責任來嘛。你知咱人若是嘛無起痟誒，是別人要驚好着到邊仔誒人啊，呀，莫講啊，夜倒夜啥物啊？你若講起痟亂命，人阮驚誒嘛呀。所以咱常常咱會責任袂使做咱人安尼款誒，所以啥物事袂使啉酒，袂使啥物啊，呀，所以咱人會責任來嘛，袂講喲，我心亂去了，我都毋知誒嘛，袂使誒嘛，咱著愛細緻嘛，愛去莫互伊發生嘛，啊了總之
总之较济咱作业的时加减会知啦。你看若讲安尼刣死伊妈啊，伊食毒啊，食安尼毒食甲伊无落去了，了伊妈若讲伊一句伊袂爽尔，伊做死伊妈嘛，这伊大条本有业的嘛，袂使讲伊烧了伊乱了吼啊。因为伊这阵讲我袂使食毒的，袂使互伊心乱的，呀，这大条本是有果的嘛，所以头前做的即个业啊，就够济了，啊，无去顾家己，即个就是有业了，有业下斗就是对的，啊，这咱也知。咱会讲到，就迄即个心啊，即个心啊，吼，当时心大内面讲，大内面骂人本嘴业无？嘀咕嘀咕嘀咕，规日到心内嘀咕嘀咕，哦，第好啊，伊啊，早死啊，第好伊啊，衰啊，第好伊变革啊，第好伊安尼啊，心伫嘀咕，衰哦，衰阮诶，衰阮诶，伊平常时咱心着要互伊清净甲对嘛，互伊去布施，去欢喜，去互生善诶心甲对诶嘛，咱无嘛，咱若去起哄啦，去啥物啦哈，这都是有业了诶，所以心都是有业了诶。毋是讲爱喙做身躯做甲酸咸的，心做着酸了的哈。即咱平常爱顾咱人的心咯。咱会讲着一墘打伊过后伊变秘苦了，你成阿拉汉无事做啊嘛，修行修了了嘛。你想讲我应该爱服务僧伽，到合手布达僧伽，你伊就讲啊，我爱做迄个安排大。迄阵诶出家人诚济，人是几十万、几百万诶出家人诚济啊，规个印度，所以变做伊爱做这安排大诶即个服务，搁一个是安排人好人啊要请商家诶时候，安排讲哈，你去即间去遐间安尼款，伊要做一个工咯，啊，所以一个叫做帕尼比加萨姆蒂加。捌有地时甲三木地，伊做这两个工，啊，一个安排食，去好人啊，一个安排大诶，因伊伊修谈阿拉罕，伊阁有神通啊，伊阁有神通，伊心诚厉害。所以伫服务诶时啊，人来讨爱大诶时吼，伊毋是本身家己去安排，因为迄阵诶暗。加拿大拉加加好18间啊，有诶诚远诶，去到迄个山洞，去到迄个梦诶后尾，还是去到虾米湾，迄个湾啊 grove 啊，偌远啊，所以迄阵18间所在啦，伊负责安排啦，伊负责安排了是安尼远是偌，伊若讲等下今日来五仙，等下来500仙，伊安怎去带人去？让五地来人都毋知。到底安怎行诶嘛？了伊用神通吼，无管你来偌济，我有办法用神通变诚济仙咯。甲了是伊来，伊也毋知，因为毋知，是伊变出来啊！伊变一肯，伊带伊去，比如讲安尼日月家诶，安尼山野园啊，山野园，了一肯去曼达古吉诶，啊，伊变了就带偌济仙啊去。啊，就是用神通，用心变出来。无管你来偌济啦，我有才调啊。这18个电费也费本好啊，伊带伊去。了过后有人知讲，哇，伊安尼厉害啦！尤其啊，伊有一个厉害是，伊诶手会出光诶俩，伊诶心啊会做伊手出光诶，因为有暗暝有诶暗暝来嘛，暗暝甲狗远路，到了时啊，迄阵也无问安怎去行到安尼困诶所在。你嘛是用伊手吼，安尼款带人咯，人甲知讲哇，安怎一肯细汉7岁，安尼想讲伊是3万年啊，安怎安尼厉害，喙会手关诶，变到传出去尔是人靠甲suka暗暝来啊，愈暗愈好要看伊手会关，啊了，若甲了来时伊嘛若有法度讲去带甲了，所以佫再用神通吼，佫再变。相依的吼，搁再变啊，了甲了会出手会出关的，所以伊手出关真出名，咱着安排，所以诚济都是甲远路来，条直要看伊，了搁要看伊手会关，了伊着用神通变
便毋通去带。你会真够安排啦。伊知讲即 group 是样的心相款的，个性相款的，安排样大相位，无啥安排样大啱样的位，有诶suka看风景的嘛看风景咯，有诶莫看风景的suka 无人看到的，伊嘛大伫遐咧遐物咯，所以真够安排，伊会知样的个性样的心，咱着安排，所以真济人真欢喜咯，大甲暗啊满意，搁较济人爱来，都是要看伊的。了这过去是发即个原因，伊拄着一个武达宣布讲，伊的土地内面安排食第一，搁安排大第一。伊讲哈，即个好，我爱做，了嘛骨力收咯。了若讲人爱请迄个出家人去厝做打那的时吼，请供养的时伊本用伊的神通便了带人去的啦。有诶都毋知嘛安怎行，迄阵无 GPS 诶，无通我 send 一个 location 互你啊，万地都家己来，无诶。了安尼会嘛？所以伊用神通，就是会带甲人到就对啦，免搁门东门西甲起到。了所以伊即个安排本诚出名，真正出名，所以诚济人诚 suka 伊安排，因为有诶人伊无 suka。去安尼远诶来讲还是有诶无 suka 较咧食嘛伊有诶地远诶食可能较无啱伊尾晓安排讲这若 suka 食热诶酸诶，伊安排去一间。总之诚甲安排诚济人诚满意伊就对诶啦。所以你看伊即个功夫安怎来，心修出来诶。你看伊修心甲有关心甲厉害有定力尔，一低头一个第二下二个普通咱们有可能安尼款。了你看伊安排物件，伊会晓读人诶心，知人诶个性加减伊就安排诚好咯。所以咱人爱知讲心会厉害，甲安尼款诶，所以咱介绍其中武达诶弟子叫达巴诶伊是伫位爱成阿拉罕迄世嘛，伊出世时是一个有瑞人诶妈妈腹肚，了这爱出世诶时伊嘛生伊袂出来生伊袂出来流产伊嘛muốn死生伊袂出来死，了嘛也伊烧咯，了去烧了时伫烧伊诶时伊诶妈妈诶腹肚本爆烧了伊妈妈大腹肚嘛爆咯，爆了诶时伊会热会辣伊不要喷出来喷出来诶时，鸟你若落涂骹就会死嘛了但是爱成阿拉罕诶人有智慧诶人伊是袂死诶，愈安怎签伊虾米伊袂死诶，所以伊是智慧满了，爱成阿拉罕了，后尾一世了，这叫智慧满。智慧满诶人安怎做伊袂死诶？所以上吉扎沙弥本是一个例子，咧日智啦哈曼啦，甲了是爱成阿拉罕诶，叫做智慧满。智慧满意思讲心有关诶，像有诶囡仔有诶囡仔伊看着鬼，还是看着虾米伊心有关嘛，看会着。了这心有关人细汉伊都有关，所以伊会看着神鬼物安尼款诶意思，这叫有智慧诶意思咯。所以心有关诶，了即种有关诶咧，安怎要袂死诶？所以伊伫烧伊嘛，伊就喷生出来嘛，热爆。了伊就倒伫较咧软诶草诶位喷落来毋是着定定是着软诶草。了个草叫大巴诶草，所以互伊名大巴咯。大巴是一种诶草软诶，较咧虾米，较咧 rabbit兔伊 suka 食一种诶草会叫大巴，所以过来互伊名大巴一种诶草咯了这甲阮讲着讲，你看心有智慧尔安怎要袂死诶？这叫智慧片嘛所以咱知心，你若心做甲诚好诶时，你看你若是无杀生诶业啦，你本无物会死诶啦，人 accident 甲安怎照你是过了
伊袂死诶，伊坐飞机啊，甲了死啊，伊袂死诶，这是无杀生诶业嘛。迄个地位满诶人，佫甲免讲咯吼。所以你看咱还没想要修即个心，啊，修甲伊诶业好诶时，福报好诶时啊，伊袂拄着危险，袂拄着障碍，甚至无病痛，啊，免了泪，免去撞，免去活，干若一破病尔，你看吼，真正苦诶嘛。所以这是心做出来诶咯吼，咱会使发即种诶愿去谈着，互咱人去拢去个咩啊，做供养吼，做供养是你心起欢喜心，啊，听到这佛法了起欢喜心，知讲布施食暗暝是真正好诶，了论汉时你会布施，佫较有力，意思讲会当福报较大淡薄啊，去个咩啊，准备。